政府伫去年公告实行行人优先区，即区内面的所有车拢爱先让过路人过，时速袂当超过20公里，上重若超过呢会罚3万6。那台北市信义区的加行李对去年10月开始实行，大侪人所有人唔知影这项政策，里长也讲会加强宣导，甚至有其他的里看到讲这效果袂歹，也讲希望争取设立这行人的优先区。过路人含车常常伫巷仔内相闪，为着要保障过路人的安全，内政部和交通部伫去年实行行人优先区。台北市府指出，目前加行李是全国第一个试办的所在，有透过标志提醒民众注意车速，嘛铺减速轮仔和无共色水的桩仔，要让大家知影这和一般的路无共。有民众表示，车路色水无共，较会注意到。也毋过，有民众表示，无清楚行人优先区的规定，也有人认为行伫青色的人行道较安心。人是很。就明显了嘛，注意到说，这里这是为什么？旁边的那个有色那种绿色的那一种，我觉得反而还比较安全。针对居民无清楚的部分，里长讲会加强宣导。嘛解释讲，行人优先区是针对车较少的路，互民众要是有停车的所在，一若人行道就袂使。所内嘛有拍算要扩大行人优先区。台北市交通管制处指出，伫优先区内，过路人有优先权。驾驶若是时速超过20公里，上重会罚3万6。但是甲过路人骑喇叭，上侪嘛会互人罚100块。我们自己现在观察，觉得其实大概8米以下，好8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巷道，然后左右两边有一些汽机车停放的需求，现在看起来是蛮适合的一个做法。大概在9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会往后延伸到嘉兴街181巷9弄。优先区实施之后，其实我们一直有跟警察局，包含交通警察大队或是分局这边去讨论，他要怎么样去能够执法，确保说行经这边的用路人跟驾驶，他可以去遵守这边我们的交通设施还有相关的规定。里长表示，目前有的行人优先区的路段咧加行加175项道路，未来打算要搁往南延伸到181项。交管处表示，目前有其他里因为看到效果袂歹，毋望争取设立人行优先区。交管处讲会评估地点和条件够有适合，希望兼顾过路人的安全甲交通的利便。记者魏宗林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